今日同大家拍一套咧水藍天嘅一套公寓。咁呢套單位咧就坐落於水藍天嘅中心位置，樓下睇花園嘅，同埋泳池嘅。咁成間屋咧就做得非常之企理。咁啊上一手咧亦都係香港嘅朋友自己租嘅。咁所以依家現時睇到咧嗰個衞生咧都好企理乾淨。Raymond 好中意拍一啲咧，就係話呢間屋咧就業主所有嘢都執晒嘅，咁啊一目了然嚇，見到有咩所有嘅呢啲擺設嘅家私或者家電都係你依家現時入住㗎啦。最驚嗰啲就係話有啲私人物品啊，後期仲要攞啊咁，真係好麻煩啊！所以呢間屋咧，其實阿 Raymond 自己一眼睇上去咧都比較中意嘅。咁洗手間嘅位置咧亦都好乾淨企理啦。業主咧就屬於係大陸嘅外省嘅呢啲業主嚟嘅，亦都好好相與兩公婆。咁啊，亦都有個要求咧，盡可能就係租俾香港人啊，因為我哋香港人嘅呢個口碑咧喺大陸呢邊係即係都係算大家比較認同嘅。相對嚟講有素質啊，亦都有文化，亦都相對嚟講咧嗰個大家傾偈嘅溝通方式會比較理性嚇，唔會話大嘈大鬧咁樣嘅。咁依家現時我哋見得到嘅單位咧係有一張雙床嘅呢個單位戶型嚟嘅。咁呢個單位咧就係去到係63方嘅呢個公寓，所有嘅室內嘅清潔咧都做好晒㗎啦。咁亦都有一張皮梳化啦，咁啊同埋一張茶幾台啦，同埋有嗰個日常嘅呢啲餐台嘅位置咧，亦都係配齊嘅。衣櫃咧就係去到一個1.5米嘅大衣櫃，咁啊雙門嘅。咁啊業主呢邊咧亦都有少少自己個人嘅物品，但係咧呢個係屬於係攞嚟平時遮蓋嗰啲梳化同埋床褥嘅，後期如果唔要，自己可以劈咗佢。咁呢度有一張梳妝台啦，雪櫃咧有兩個嚇，一個咧就係風冷，就係唔會結霜嘅，即係唔會結冰塊嘅。嗰個位咧就係舊嘅雪櫃，就會結霜，所以就冇用啦。咁如果假如你即係一邊咧係自己係擺放啲食物，另一邊咧就係擺放飲料咧，就 OK 噶啦。兩個雪櫃係任得你揀。咁啊客廳嘅部分咧有一個電視機，咁啊大概就係32寸嘅 mon 啦，咁呢個電視咧就係用嘅時間就唔係好長嘅，用咗1年到咁上緊。後邊呢個咧就係舊嘅，就已經壞咗噶啦，就可以劈得嘅，冇問題。咁啊客廳部分就係咁情況。咁啊陽台嘅位置咧就有一個茶幾啦，咁啊同埋兩張嗰個即係休閒嘅凳椅，有個洗衣機嘅位置。咁啊下低咧就啱先所講嘅就係對正我哋小區嘅園林綠化景同埋泳池啦。下低有個嗰個羽毛球場。如果之前有睇過水藍天我拍攝過啲單位咧，就知道呢個位置係好中心嘅位置嚟㗎啦。咁啊側邊咧隔離鄰舍都住滿晒人㗎啦嚇。咁啊呢套單位咧最大嘅優點係咩咧？樓層比較高，中高層。咁啊再加埋咧採光嘅位置比較好啦。呢邊咧就係屬於係東西朝向。咁啊但係如果假如即係對於你休閒自住啊，即係度假咁，其實係問題唔大嘅。咁最關鍵係咩咧？呢套單位係好筍嘅租金。咁啊起租咧就需要1年起，但係租金就600蚊嚇，包埋你嘅物業管理費。實際上業主到手都係去到4嚿零水到咁上緊。咁啊最適合啲即係想喺呢一邊生活，但係又驚住租金太貴嘅朋友。咁而且呢一間咧係好企理嘅，真係好舒服入到嚟。咁啊，如果假如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隨時 WhatsApp 我，或者直接撥打我大陸電話進行一個詳細了解啦。好嘛，下一期見，拜拜。了解咗咁多，點個關注先嚟。